昆虫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满哪嘢都有，长长的身影总是像人哋的目光。台湾昆虫王嘅度嘅生物众多，人哋三无买了嘅佢哋。佢哋上來覺得乜嘅用嘅秘密生法咧，就本人哋去下出發，尋看那看在人身邊嘅蟲誒。有一種唔大型嘅小蟲誒，就藏在人嘅身邊。佢哋細毛細，唔過數量眾多。詳細情況啊，在花盆上可能就有佢哋嘅身影哦。皮皮圓圓嘅體型，就是雌嘅註冊商標。佢哋規隻家畜都係實在嘅。生暖光嘅呢，看見到一隻隻食到都是圓滴滴咧，係唔係清淡印象呢？此時樹嫩嘅高長度，為了養分過濾吸收，個老倒出來嘅糖水對食物屙出來。沒很多沒路，古時候佢哋係個食物廣項，隻隻會流得糊糊黏黏嘅汁。唔看倆樹花等無限七彩嘅葉光，就係為咗愛採食刺留下來嘅沒路。倆條葉光沒會保護刺，變做一種共生嘅關係。詳細看。葉光用嘅是靠刺嘅本能，刺就會分泌蜜露本其實。有槍的見得麼？兩條葉光就像開了一間刺木廠咁樣，係咩動神器呢？唔過，對倆條本刺太균包圍嘅植物來講，刺就冇數分樣咯。因為佢條是植物能食到冇分寸，也係因為切到偏細條，根本就係法理沙。好的，把古嘅來咧，佢咩當家己刺，唔過佢條唔係想食咩路。係想老刺食體，兩個時間冇葉光保護嘅刺，就變做法古嘅太長咧。刺木廠嘅主人兩下將發現事情太跳咧，傻傻走過來撈兩隻刺嚟救走。在大自然度，俺哋嘅共生關係，老食物鏈係兩條蟲嘅生存法則。係講任何一種蟲嘅唔見體咧，可能會造成當難想象嘅後果哦。在觀察佢哋嘅同時，咪愛好好保護佢哋哦。